大家聖誕節快樂啊！姜濤歡迎嚟到姜濤嘅第二個個人演唱會。今日係聖誕節，亦都係尾二嘅一場，亦都係今日尾二嘅最後兩場會錄影，係，所以就所以可能若干年之後睇翻自己啲 playback， 見到嘅觀眾，我諗到係你哋呢一班啦。今日聖誕節咁啊，大家大家有冇收到啲咩禮物啊？多謝大家。今日好多謝大家喺聖誕節都過嚟睇我演唱會，係啦。咁我哋台視幕後咁多工作人員，我哋會好盡心盡力去完成我哋嚟緊嘅每一 part， 希望你哋感受到我哋嘅用心。而呢一首歌係第一次自己參與作曲嘅一首歌啦，亦都好代表咗我過去嘅呢一段時間自己同自己溝通嘅一個過程。亦都希望你哋每一位喺你嘅心目中都揾到一個方法可以同自己共處，而我嘅共處嘅答案就係呢一首歌度。係咯，聖誕節好開心，講真，好有節日嘅氣氛，見到大家有啲人戴住聖誕帽啊嘛，係好開心，喺呢個節日可以見到大家。今日係聖誕節咯，所以大家我都有一份禮物送俾大家嘅。係啊，呢份禮物就係唱一首歌，冇乜特別，唱多一首歌俾大家喺呢一 part， 因為呢一 part 呢一首歌冇乜咩嘅，係我自己私人好喜歡嘅一首歌，亦都第一次聽呢一首歌嘅時候，就一直話想喺現場唱俾大家聽。呢一首歌就希望你哋好好珍惜你哋身邊嘅另一半啦，無論係親人啦、愛情啦、友情啦、親情咩都好，我都希望大家喺呢個節日入邊都可以同自己最愛嗰一位講聲我愛你，因為其實我以前都唔講呢啲嘢，其實我到依家都唔講呢句，我到依家對住屋企人我都覺得我同你哋講啫我自己好唔好意思講咧，我未必嘅係，所以我呢一首歌點解會想播喺呢一度咧？就係因為係咯，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地珍惜我哋當下嘅每一分每一秒，同埋每一個身邊嘅人，唔好等離開咗之後先珍惜佢。Oh my god！ 聖誕節快樂啊！大家又講咗第三次啦，唔知喎，今晚冇咩特別嘢想講，因為真係都開咗一啲場數，我都好似要將自己講嘅嘢講晒。係咯，我其實喺呢個演唱會入邊，都真係學習咗好多嘢，我覺得學習得最多嘅就係點樣去講嘢。就係平時有班隊友喺隔離就我都會匿埋喺側邊，一個人嘅演唱會冇得唔講嘢啦，係咪先？所以就好感恩大家咁支持我，咁俾姜濤呢一個機會去開演唱會，因為講真好唔容易，好啊！多謝。係咯，今日好開心，因為我真係平時有時真係會上 YouTube 或者 IG 見到某一啲支持我嘅 fans 拍嘅一啲片，我都係見到有兩位都好似着到好閃咯，我都有睇到嘅，見到你哋，OK 嘅，唔使係咁成日都買我着過嘅衫嘅，唔使嘅 OK 嘅，你哋每一件都買，OK 嘅，買啲自己都係咯，好，好多謝你哋。你講咩好？真係唔知講咩喎，即係心情有講到啊，開心又講咩？不過今日唔緊要，今日就算唔講，睇到你哋我都相信你哋今晚會有一個 surprise 好驚喜。
我為咗快啲到嗰一 part 咧，我哋快啲入我哋 Sunny Day 好唔好？希望大家每一日都 Sunny Day。我又換咗件衫，我中唔中意？我啱啱諗到啲嘢想講嘅，我覺得演唱會嚟到呢2-2場，亦都好感恩各位喺呢一段時間，可能有啲人睇咗好多場，有啲人可能今日第一次嚟，我都好衷心多謝每一位。我都想同大家講，無論以後我仲喺唔喺呢個行業或者點樣都好，我都好珍惜而家同你哋一齊嘅每一個 moment。我亦都好希望我喺呢一行嘅日子入邊，你哋可以時時刻刻都可以督促我、提點我，令我可以保持一個清醒、理性去看待我自己。所以如果有啲乜嘢呢一段時間演唱會，你哋覺得仲有啲咩可以改進嘅地方，都歡迎，絕對歡迎大家同我哋繼續講，我哋會繼續加油，我都會繼續開心地接受每一個人俾我嘅意見。我就諗到呢個你哋咁好就唱得首好得太過分啦嚇！我講完。係錄影場啦，所以我哋 credit 嘅部分咧會稍為有少少長，亦都係我史無前例最緊張嘅一次 credit。真係，我會好努力地去讀㗎啦，希望自己可以順順利。好多謝主辦及經理人公司 MakerVille。留心咗啊！冠名贊助 Catch 音樂娛樂平台。多謝陳小姐。多謝演唱會場地神卡、恒生 Visa 信用卡，指定贊助 FWD 富衛保險，聯合贊助 HKT， 優先訂票的 club， 同途升溫叱咤903，同途共享 Move， 好衷心多謝 Janice 金山啦，演唱會嘅策劃總監 Karen。演唱會嘅執行總監 Stephanie， 好啦，嚟啦，俾個新嘅一刻。OK，event team 阿 Pan、Vanessa、Sherry、Shovie、Charlie， 音樂總監 Eric Chan， 多謝我哋嘅Eric真係，我今年喺 studio。每一次 Edward 喺我最需要力量嘅時候，我都知道你真係好錫我，真係我知唔到你意思嘅，你都做到。放心，我哋兩個真係好有緣分，好開心，我一入行就遇到你，你永遠喺我邊，OK？我問你。我都唔慣講我肉麻㗎，我都逼自己講啦，係因為我覺得要愛嘅話就講出嚟啊嘛，係咪？所以每一個人愛邊個就勇敢地講出嚟，OK？多謝吉他手 Ariel， 有鄺子喬，好靚仔啊！好多謝鍵琴手 Anson， 我成日覺得佢個髮色好型。好多謝我哋嘅 bass 陳兆基，鼓手 Cortus， 好，仲有我哋嘅 programmer Marcus 同 James 就係寫俾你名嗰位，好多謝我哋嘅和音 Raymond。好有前途啊！呢度，我覺得好靚仔啊！好多謝我哋嘅中國鼓敲擊樂嘅 James Pierre， 好多謝，好緊張，好多謝我哋嘅中西吹管樂器 Dida Boy， 辛苦我哋啲愛樂花嚟。真係好精彩。
知講啲咩添。好啦，好多謝兒樂團嘅所有成員，thank you。望數多謝你哋啦，但係我覺得真係在心中啦嚇，我咩事都唔講。阿 B， 我哋之後應該有機會再長傾啊。因為我同佢哋係唔知點解都冇乜成日傾偈，不過都好想了解你哋係，好有魅力。我覺得拉小提琴啊，帶嚟好對唔住啊，好多謝舞蹈總監阿 B， 阿 B 今日又喺場邊睇喎，我同埋仲寫咗佢一啖。阿 B， 雖然你係咯，但我都唔愛你。我唔知雖然啲咩。阿 B， 我覺得阿 B 係真係默默地支持咗我哋，無論係我個人定係我哋 Mirror 都真係，阿 B 真係用盡佢100%嘅心血去幫我哋每一位，所以再次俾掌聲阿 B 嘅，容易啊真係！好多謝我哋嘅排舞老師梅卓賢老師，哇！梅卓賢老師今日都有嚟喎，多謝小梅老師，真係我好感恩你。多謝你2年前，就咁幫我，2年嘅後嚟今日你都仲咁幫我，真係好衷心嘅多謝你。我哋演唱會冇辦法冇咗你嘅編排啊，真係。都好多謝 Ocean 啦、Aldo 啦，仲有 Fat Boy 啦，呢3位都真係每一次我需要佢哋嘅時候，佢哋都總是排到我心目中最興嘅歌曲出嚟，所以。好想以後攞你哋啲舞技俾我，我會慢慢學習㗎啦。好啦，好多謝我哋嘅排舞助理阿詩，Oh my god， 嚟啦！多謝所有嘅 dancers， 仲有一個嘅名字，媽咪、阿發、嘉豪、浩軒、Jasper、JY、文西、毛毛、阿樂、PC、Sam、細聽。樂仔、俊仔、阿 Fina、雞髀、哈哈、Kia、景如、Nancy、阿欣、Rita、思嘉、泳衣、Yanny， 我哋今日好有心啊！佢哋今日咧聖誕節，你寫即係用一個好大嘅一張紙嘅卡片，寫咗好多説話俾我，我好開心，真係。原來聖誕節收到禮物係真係咁開心，即係文字嘅力量咧，我發覺今年對我嚟講係超乎我自己想象。我自己其實講嘢同寫低咧，如果大家得閒，有得閒嘅話，可以寫下日記啊，寫下筆記啊，記錄低自己每一日嘅發生嘅一啲嘢。係，我而家都每一日做緊，真係一個好好嘅一個，無論對自己對他人嘅一個鼓勵。文字嘅力量係非常之大。講下嘅啫，想做咁做個木仔嘅。好多謝我哋嘅髮型 Lilia， 好多謝我哋嘅化妝 Annie 同美玲，服裝設計及造型陳華國老師，我嘅潘老師，有 Pippa 老師，工程統籌興明亞洲，好啦，再一次衷心多謝呢個演唱會所有嘅動畫師，真係有佢哋不停嘅努力先至見到你哋。多謝你，都好衷心多謝我哋舞台設計師 Fion， 好多謝我哋嘅燈光設計阿倫，好啦，好多謝我哋嘅音響設計 Jennifer， 音響監聽衝頭 King Kong， 仲有導演組 Janet、Jennifer、MM、Edison、Elma。Oh my god！ 多謝你哋，好多謝我哋再一次俾最熱烈嘅掌聲，我哋嘅監製世榮老師，真係每一日都俾好多鼓勵，我哋加映嘅時候，我哋都有互相 message， 同佢真係俾我好多鼓勵。我哋今次演唱會嘅有少少遺憾咧，我哋之後一齊補翻嚟，好冇？我哋嘅演唱好好睇嘅，其實 OK， 而家都好睇嘅。OK， 仲有 AM Team 嘅 Karen 花姐，Helen、Mary、Cindy、阿 May，Yeah，
好笑你應該真係睇下花姐喺後台。每一次就係、我而家已經下邊換衫，我已經唔喐，咁花姐就唔得，呢度有少少毛，剪咗佢。明明已經得翻可能10零秒，佢都仲係會執住嗰條毛。呢個就係我哋嘅花姐咯，係咪？That's why 點解你做就咗我哋 ？OK， 好多謝我哋咁多位台前幕後嘅工作人員，當然仲有今晚聖誕節都肯陪我一齊過，去用你哋嘅時間一齊度過呢個節日嘅每一位現場嘅觀眾朋友們，多謝你哋。多謝姜總，好嘢，呢個最緊張嘅一 part 我終於完咗。哇！我要飲啖水先。OK 嘅，飲啖水先。接下來呢？我為什麼要講國語呢？我跟這一位的前輩是在因為籃球認識的。我從來沒有想過籃球呢，可以讓我帶給我那麼多的東西。然後也因為籃球認識了這一位前輩，所以今天很榮幸可以請到這一位前輩，然後也選了一首我真的很喜歡的歌，跟他一起唱。請俾最熱烈嘅掌聲先嘅頭先。哇！你在做夢嗎？我的天哪，我媽要哭了。哇，相信老師真的很開心你可以過來。我很榮幸可以來，因為你去年就跟我講的。真的。對滔滔很早就跟我講了。對，所以很謝謝你想到我。沒有，真的，第一個真的就想到你了，真的，我覺得真的是很有緣分，因為籃球這個東西，對，你上次來香港可以找我打球。一定要啊！其實我昨天來就想找你，但你太累了，你太辛苦。哦，對，昨天好像真的沒時間。對昨天在那個演唱會。我就自己去打球了呀。哦。我打的是網球。啊，網球我也可以。來啊！我也學過，真的，很喜歡看網球。王子。我要謝謝你，因為我在後台收到你的聖誕禮物。哦。聖誕禮物？對啊，你送我的聖誕禮物。哦，對，哦，我送你的，對。整個後台，滔滔都準備聖誕禮物給我，給我們，我也準備了一個小禮物送你。在那下，我請工作人員。哇，什麼意思？對呀，自己吃了。你應該唱很久，應該累了吧？對，我打開。你知道我喜歡吃漢堡？我關注你很久了，好不好？不是，沒有。這是不一樣的漢堡。有，你知道嗎？這是一個日曆。日曆？年曆啦。年曆。年曆，然後你看哈。這一面是正面。12月25號，週四。哦。這是今天我們的紀念的日子。哎呦喂！謝謝。我不知道怎麼講。哇，謝謝。我請他送到房間給你。我待會吃對，那你放回家的時候，我不會再轉，我只 stay 在那一邊。就放在那。對。但你不要一直看它，因為我怕你餓。不會，是蠻餓的。我帶下次一起帶你去打球，吃漢堡。好，吃漢堡，好不好？好像還有一首。還有一個嗎？曲送給大家，好像聖誕節，好像去到外面才比較有感覺哦。很感謝滔滔啦，今天這兩首歌都是滔滔選的，所以謝謝你選這麼優質的兩首歌。謝謝，我其實還有很多歌想選。哎呦，在彩排的時候，滔滔還說他想唱我另外一首新歌，我說你怎麼不唱？下一次有機會，有遺憾才有下一次。對，我再來找你，或你來找我。好，可以。我剛來香港。哇哦，這首歌
也是很喜欢，但是我知道压力好大哦，好难哦。唱歌就开开心心，而且你真的是唱将，哎，真的，而且我在近距离看他唱歌，你知道他的唱歌的技巧是很棒的，很自然的。哎呦，谢谢，哇，我不敢当哎，我的天哪！而且你唱歌的时候，那个抖音是这样的，我遗传我妈了，很强，很强。我真的有在努力学习。接下来这首歌，你一定要好好唱给姜糖们。哎呦喂！哎呦喂！我加油！我们在哪里？我们到在这边，到了，好远啊！对。好，来吧，来哦！这什么歌啊？